豆花妹冚贏巨乳黨，成為台大正妹。擁有33F 童顏巨乳嘅瑤瑤，同32C 嘅性感女神李玉芬，確實好正，迷到唔少宅男。不過台大輔仁大學廣告系公布嘅最新調查顯示，765個大學生選出嘅10大正妹，佢哋竟然雙雙跌出榜。相反，以密實見稱嘅台大國企系畢業生陳康儀，竟然成為咗10大正妹之首。排第二嘅亦係走清純形象嘅豆花妹蔡黃宇。跟住就係輔大法律系學生兼藝人林盈津。7成4人最愛氣質型正妹，其次係清純可愛型同陽光型，而中意爆乳妹嘅就不足1成，難怪瑤瑤同李玉芬都要行埋一邊啊！